死啦！我馬年實行衰運啊！我啲頭髮染完之後成隻草咁，又乾又旱，仲要勁易斷。新年要容光煥發，依家搞成咁，點算好啊？天啊！求你救救我啦！點解我嚟咗呢度嘅？你咪會幫我㗎？係啊，等我幫你做翻個專業嘅頭髮分析先啦。好啊！因為你經常染頭髮咧，所以髮芯受損，啲頭髮又脆又乾，冇晒啲光澤啊！唔使擔心，介紹咗兩款產品俾你啊！買齊晒啦，我即刻翻去開箱先。修護精華同護髮油都係採用99%天然植水成分，100% 純素。修護精華屬於免沖洗配方，含100萬氫鍵結，能夠從髮芯開始修復滋養受損秀髮。而護髮油就含有多種天然植萃精油成分，例如山茶花籽油，能夠為髮絲提供所需 omega， 兩支一齊用效果仲神奇，令髮絲4倍更強韌，減少斷裂之餘，吹頭造型之前用，仲有效抵禦熱力傷害達230度，完全唔傷髮，髮絲嘅光澤感由滑度瞬間提升，同時撫平毛躁。另外嘅頭髮幾時都係油亮又強韌。靜雞雞話你哋聽啊，其實咧我已經買埋同系列嘅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髮膜，佢哋專係為受損或者經常漂染頭髮嘅人而設。而家成日染髮都唔驚啦，因為喺屋企咧都可以享受到 salon 級嘅高效修護。依家啲頭髮日日都咁靚，今年我實行好運啦！